各位嘉賓、各位記者朋友，歡迎各位嚟臨洗衣球 vs 洗衣粉功效測試結果傳媒發佈會。我係今日嘅司儀 Tina。現在有請環保洗衣球代理商宏德香港發展有限公司事務經理陳偉祥先生為我哋講解洗衣球洗衣嘅原理。有請陳先生。大家好。我諗我哋喺講洗衣球嗰個原理之前呢，我想大家回顧下洗衣粉呢係點樣清潔衣物嘅呢？自古以嚟呢，人類用水已經可以清洗衣物。咁但係水嘅表面張力咧太大，就唔容易滲透衣物嘅纖維，咁所以對一啲頑固嘅污漬咧唔可以達到清潔嘅效果。咁聰明嘅科學家喺50年代咧就識得利用表面活性劑同埋軟水劑等化物質，就可以降低水嘅表面張力，達到清潔嘅效果。全球第一種洗衣粉就喺當時面世。咁人類已經習慣咗利用洗衣粉嚟清洗衣物，已經超過半個世紀。咁但係冇考慮到，我洗乾咗我哋嘅衣物，但係污染咗我哋嘅河流同埋大海，同埋引發咗好多皮膚過敏嘅問題。其實有冇辦法可以解決嘅呢？咁我哋睇睇碧圖環保洗衣球係點樣清潔衣物。咁你睇到咧，外形我哋係用一個彈性嘅塑膠製成，表面凹凸不平。作用形同一個洗衫板，係互相摩擦衣物，但係不損纖維衣物。洗衣球裏邊呢，就係含有納米級嘅陶瓷珠，含有負離子、遠紅外線同埋抗菌嘅功能。喺高速嘅漩渦水流之下，陶瓷珠因為互相嘅撞擊同埋摩擦，大量釋放負離子、遠紅外線同埋抗菌嘅功能。負離子就可以軟化水嘅表面張力，容易滲透衣物嘅纖維，達到清除污垢效果。而遠紅外線就可以令到水分子團縮細，大大增強咗水嘅滲透力，污垢好容易就係脫離呢個纖維而分散喺水中，唔需要再過水就已經好乾淨。咁你睇下，洗完衫之後唔需要洗衣粉、柔順劑，衣物都一樣咁潔淨、柔軟同埋清新。咁我哋睇睇個使用方法有幾咁簡單。我哋只要將洗衣球唔需要洗衣粉，唔使落柔順劑，就擺落個洗衣機度，閂埋個蓋，撳一個掣，等一個鐘，好似平時洗衣程序一模一樣。咁好快脆，你見到好乾淨、柔軟、清新嘅衫已經完成。咁我哋睇下碧圖環保洗衣球有啲咩優點？可以取代洗衣粉、柔順劑，都可以令到衣物光潔、衞生，慳水啦、慳電啦，同埋慳時間。除臭、抗菌同埋抗過敏，尤其適用喺 baby 嘅衣物。因為唔需要接觸呢個殘餘嘅化學物質，唔需要護膚品手部都可以保持光滑柔潤，係主婦手同埋濕疹人士嘅救星。因為呢個係真正環保嘅產品，洗完衫之後嘅污水係唔會含有化學嘅元素，係對地球係一個零污染，同埋佢可以連續使用1000次。如果每日洗一次衫嘅話咧，佢可以長達3年之久。呢個產品係韓國嘅專利發明，歐美每個月銷售4萬個，咁就已經保證咗佢品質已經係得到證實。咁我哋再睇睇，其實呢個洗衣球可以慳到幾多啦？第一個項目係呢個污水啦。如果譬如每一次個水量就唔係太多，50公升啦，但係3年裏邊係講緊5萬公升，換算用呢個金錢嗰度咧，就係可以慳60幾蚊我哋嘅排污費。咁另外第二欄係清水咧，3年可以慳翻，因為佢可以唔使再過水，3年可以慳翻12000幾公升，就等於60幾蚊嘅水費。因為唔使過水，個電嗰度都可以慳，3年就可以慳100幾蚊。咁仲有一樣就係嗰個洗衣粉。
我哋以3年去比較呢，就平均用10包洗衣粉嘅話呢，個成本係大概500蚊。另外柔順劑係用10支喺3年裏邊，總共係200蚊。咁最後嗰個係一個時間方面啦，因為呢個洗衣球擺落個洗衣機度係完全唔使你每日去量呢個洗衣粉柔順劑，每日慳3分鐘嘅話呢，3年裏邊慳50個鐘，可以慳成2000幾蚊，即係一個洗衣球其實可以慳到3400幾蚊。咁底下一個傳統嘅洗衣法同埋洗衣球嘅比較，咁就應該我在座各位應該有一個詳細嘅比較啦。我諗就唔會再大家探討呢個細節啦。咁就我講咗好多關於我呢個洗衣球嘅優點。咁究竟係咪可以做到呢個功效呢？咁我諗就由翻另外下一位理工嘅教授去分析下佢嗰個研究報告。現在有請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生物及化學科技學系副教授余海虎博士為大家分析測試結果。有請。各位好，我係理工大學應用生物及化學科技系嘅副教授余海虎。而家呢，我就係講及洗衣球同埋洗衣粉一個實驗嘅報告。我哋呢就陳先生呢就委託我哋呢就做呢個洗衣球嗰個功效嘅測試。咁我哋呢就喺10月中至到11月初呢就舉行呢個實驗嘅研究。咁我哋做3個實驗。第一種呢就係比較呢個碧圖環保洗衣球同埋洗衣粉嘅潔淨功效。第二呢就係比較碧圖環保洗衣球同埋洗衣粉嘅嗰個殺菌嘅能力。第三呢就係比較碧圖環保洗衣球同埋洗衣粉洗完衫之後呢排出嘅污水嘅毒性。咁第一項呢，咁我哋要測試嗰個洗衫個潔淨嘅功效。咁我哋呢就覺得呢，而家係做人哋評判呢，就係比較係太過主觀。咁所以呢，我哋就係用化學物理嘅方法呢嚟做一個數字化嘅一個比較。咁我哋測試嗰個顏色洗衫個效果。咁我哋就係用一啲嘅顏色嘅光譜機嘅測試，colorimeter。咁一個呢，就係用嗰個國際嘅 CIE 嘅方法呢嚟測試呢，將嗰啲顏色呢係綠色、黃色、藍色呢啲呢，將佢數碼化呢，睇到嗰個數據嘅測試嘅效果嘅。咁樣啲測試嘅嗰個比較呢，如果嗰個負數係越低嘅呢，就即係話啲顏色係比較鮮豔啲；如果負數個顏色呢係比較高嘅呢，就或者顏色係冇咁鮮豔嘅。咁我哋將啲數字比較可以做嗰個圖嚟比較，亦都可以做一個 summary 嘅一個結論，就係話呢洗衫呢，如果係顏色嘅呢，因為呢個係顏色嗰個光譜機啦。咁你睇到呢，就嗰啲嘅綠色黃色藍色嘅個功效呢，都係洗衣球呢係比嗰個優勝於嗰個洗衣粉嘅。咁淺黃色呢，就係相若，大家差唔多。咁因為呢個係顏色嘅光譜測試機，咁所以呢，白色呢個功效呢，就係唔係好顯著嘅。咁但係睇上嚟呢，咁幾種顏色嘅比較呢，用洗衣球呢係洗完之後呢，嗰啲顏色係比較鮮豔，係光彩。咁所以呢，我哋嗰個效果呢，就係話嗰個潔淨嗰個效用呢，就係洗衣球呢係優勝於嗰個洗衣粉嘅。咁第二個測試呢，就係測試嗰啲洗衣球同埋洗衣粉嗰個殺菌嘅功效。咁你知道大家嗰啲着咗啲污糟衫尤其啲細路仔或者嬰兒啲衫可能都好污糟嘅。
咁我哋洗衫除咗希望洗乾淨之外咧，另外一個目的咧就係想希望能夠殺菌嘅。咁咧我哋就用啲菌水咧嚟加入呢兩種嘅衣物，就一種衣物咧就係俾洗衣球洗，一種咧就係俾洗衣粉洗嘅。咁我哋嘅菌水嗰個菌數咧係達到咧係9億嘅，每一個 CC 咧去到9億嘅菌數。咁我哋洗完衫之後咧，將嗰啲嘅菌水再嚟比較咧，咁我哋發現咧兩者咧都可以達到99.99% 嘅殺菌功效嘅。咁其實即係話咧，呢兩種咧洗衣粉同埋洗衣球咧，都係能夠充分咧發揮作用咧，可以達到殺菌嘅目的嘅。咁咧就第三個實驗咧，就睇下洗完衫之後嗰啲嘅洗衫水咧，對於環境有冇傷害，有冇毒素？咁我哋亦都用啲嘅一個公用嘅國際嘅測試方法咧，就係養魚嘅測試。咁我哋有3個魚缸，每個魚缸咧都係有18條魚嘅。咁一個魚缸咧就係隔咗夜嘅自來水，另外一個咧就係將隔咗夜嘅自來水加埋將啲水咧係洗過衫嘅，用洗衣粉洗嘅。咁第3個缸嘅水咧就係洗衣球排出嚟嘅嗰個污水。咁呢3個缸嘅魚咧，每缸都有18條，咁我哋咧就養咗佢10日。咁10日之後咧，咁我哋睇下嗰啲水對魚嘅嗰個傷害性造成嗰個死亡率。咁自來水咧18條魚中咧有7條魚死咗，咁個死亡率咧係到38%。咁洗衣粉排污嘅水咧養魚咧10天之後咧有12條魚死咗，咁咧即係話嗰個死亡率咧係達到66%嘅。咁反而咧用洗衣球嘅污水咧養個魚咧10日之後咧係只有3條魚死亡，咁即係話咧係只有16% 嘅死亡率。咁即係我哋一個實驗報告咧，證明嗰個用洗衣球嘅水咧，反而咧係優勝於洗衣粉，甚至咧係比自來水咧係仲好啲嘅。咁一個咧呢個實驗報告咧係好鼓舞，同埋亦都係好即係 challenge。咁我哋將來會再做一啲實驗咧，係研究咧睇下點解佢呢個污水咧反而係比自來水仲好嘅。咁咧就從我哋呢3個實驗嘅結果嚟比較咧，即係話嗰個洗衣球咧洗衫個乾淨潔淨嘅率咧係比洗衣粉係略優嘅。咁另外咧就殺菌能力咧，大家都係好有效能夠殺菌。咁但係雖然你洗到衫，亦都係殺到菌，但係對環境嘅傷害咧，我哋發現咧係嗰個洗衣球咧對環境嘅傷害咧係最輕微嘅。咁一個係我哋3個實驗嘅報告結果。多謝大家。短片，其實呢條短片咧，其實輯錄咗我哋有啲用家係用過環保洗衣球嘅。咁呢啲用家咧，其實而家都會嚟咗在場嘅。咁其實咧喺會之後咧，大家可以新聞界嘅朋友可以訪問下我哋啲用家，其實對環保洗衣球嘅感受各方面。我以前就唔係好中意洗衫嘅，因為咧嗰陣時咧又要落洗衣粉，因為啲地方細啦，咁所以我基本上就會揀一啲細合啲嘅洗衣粉去就翻啲位嘅。咁但係個價錢相對嚟講都貴咯。我哋自己咁多間洗衣鋪咧，係大概1年咧用1個或者1個半貨櫃咁多嘅洗衣粉嘅。即係有陣時睇，如果數量多咧，甚至乎2個貨櫃洗衣粉都會去到嘅。殘餘嘅泡沫咧，其實都係沖去啲河流嘅。大家都知道咧，你對啲魚或者成個海洋嘅生態咧，其實係有一定影響㗎。洗完出嚟咧，啲衫咧硬係有一陣洗衣粉嘅味，
我從來都唔中意嗰種香味嘅，嗰種係人工做嘅香味咧，係好刺鼻。洗衣粉本身係好有毒性嘅，皮膚敏感嗰啲人咧，應該都會影響多啲嘅。開始嗰時我都唔信，但係用咗2個月之後咧，發覺咧同出嚟洗衫個效果同以前都基本上冇乜分別。即係所以個洗衣球佢走出嚟嘅效果，你只要用一用咧，你就會發覺嗰樣嘢係好真實咯，感覺。咁洗出嚟嘅衫嘅效果咧，又好 smooth 啊，好柔軟啊，同埋咧個味道咧又幾清新。以前咧我就用洗衣粉嘅時候咧，咁因為我先生啦、小朋友都經常去打呢個網球啊，咁同埋踢足球咁樣成身大汗翻嚟嘅，咁我都好多時會煩惱咧，就係佢哋嗰陣味啊。咁洗衣粉有陣時撈咗洗衣粉味嘅時候咧，曬完出嚟乾咗再聞咧都有些少味嘅。咁但係呢個洗衣球咧，我而家用到即係3個月到啦嚇。咁佢哋而家我一路以嚟咧嗰個經驗都係佢洗完出嚟都係可以辟到味嘅嚇，即係就冇咗嗰陣汗味咯，直情係。屋企嘅洗衣機咧，通常咧都係積住好多以前啲鹼粉漬啊、油順劑漬啊，咁樣一陣味咧喺屋企咧就傳播出嚟。而家咧我用咗之後2個月到咧，我發覺洗衣機咧係乾乾淨淨，我亦都唔使咧再定期清理。喺呢個過程嗰度，我覺得好需要話俾大家聽，環保係幾重要啦。一般我哋而家做環保嘅都知道，其實洗衣粉本身係對海洋嘅污染性係非常之即係犀利嘅嚇，咁亦都有好多國家都開始要針對即係呢啲問題去做啲嘢，咁但係你做任何嘅方式咧，其實都可能冇一個洗衣球咁直接啦，因為佢係基本上完全佢唔需要再採用任何需要有化學成分嘅方式去洗衫啦。咁如果我哋係有啲新嘅科技幫到我哋清潔到啲衣服，亦都殺到菌嘅，咁亦都係免除一啲用好多嘅化學物質嘅咧，我覺得係受歡迎嘅。我小朋友就不嬲都有濕疹嘅，咁所以我基本上啲衫嗰啲咧，我都唔拎出去洗啦嚇，因為驚出邊啲化學物質嗰啲你唔知用嗰啲咩去洗噶嘛，咁佢着落個身度都驚佢有影響。咁但係總之我而家用咗呢個洗衣球之後咧，嗰啲衫佢而家着落去咧都冇，即係冇嗰啲濕疹嘅出現咯。好多時洗完衫，尤其是即係我女啲衫咧，佢如果用洗衣粉咧，就會佢着上身咧就會打刺啊。同埋佢有陣時會聞到啲味咧，就覺得我好似未洗嘅件衫。佢話：你未洗乾淨，媽媽。你試得俾你聞緊，試得俾你。咁我覺得好奇怪咯。所以有陣時佢嘅衫咧，我會 rinse 耐啲咯，即係清洗多幾次啊。咁但係用咗洗衣球之後咧，我好少見佢打乞嗤，好明顯嘅呢樣嘢。其實咧，我未用呢個洗衣球嗰陣時候咧，我已經對韓國嘅產品咧係非常之有信心嘅，因為我覺得佢咧係韓國嘅 product 咧係直逼日本嘅。咁特別係納米咧，將來係我哋嘅科技咧係必然咧係會有嘅，所以咧我相信咧係韓國嘅產品咧係同日本咧喺呢個世界上咧係將會有平衡嘅地位嚟嘅。洗衣粉嘅錢又慳翻，節省金錢，我諗最緊要係呢樣嘢。如果呢一個洗衣球佢係可以代替到洗衣粉嘅，其實應該係支持咯。咁個實驗嘅個結論嚟講上嚟咧，就即係話咁個洗衣球嘅效果咧，不論在潔淨洗衣同埋殺菌，甚至係對於身體嘅殺傷力咧，都係遠勝於洗衣粉。因為佢好多衫都係用 cotton 做嘅，咁摸上手咧，冇用衣物柔順劑咧，你會發覺仲柔軟過以前用衣物柔順劑咯。喺我眼中，我覺得洗衣球係絕對99.9%咧，係可以代替到呢一個洗衣粉同埋柔順劑，甚至乎係應該超越咯。係捲嚟嘅。咁我晾衫咧係冇咗一種味道，咁我覺得咧係而家洗衫係一種樂趣，慳水、慳電、慳能源、慳錢啊！我會係繼續再用呢個洗衣球。你擺咗喺嗰個洗衣機裏面，原則上你唔會覺得佢唔會用壞嚇，唔覺得佢存在嘅，佢根本係洗衣機嘅一部分。好多謝接受訪問嘅嘉賓啊，因為佢哋
除咗用之外咧，其實佢對洗衣球用咗之後講出嘅感受，同埋我哋輯錄咗呢條片啦。首先多謝啲嘉賓先。咁其實除咗係我哋之前錄影嘅嘉賓之外咧，其實我哋今日咧喺現場搶出咗3位來自唔同嘅行業啦、界別啦嘅朋友，同我哋分享下對洗衣粉或者對洗衣球嘅感覺咯。其實咧，首先我好多謝3位啦嚟臨我哋今次嘅分享會啦。咁首先我想問一問大家，其實對洗衣粉嘅睇法。咁我想問阿 Ringo 你先啦，因為我諗你從事洗衣業界咁多年啦，我諗你對洗衣粉嘅認識咧一定係好深㗎。咁不如你分享下好嘛？好啊，其實我從事咗洗衣嘅15年嘅，咁咧就洗衣粉咧就係我哋必須嘅，即係每一日都對住佢好耐。咁啊，其實洗衫咧都可以講係好專業嘅，可以需要係好多洗衣粉嘅。其實洗衣粉咧，如果家用嘅洗衣粉同一個工業嘅洗衣粉咧，都係有啲分別嘅。咁啊，工業嘅洗衣粉咧入邊咧仲加添咗咧酵素粉啊，或者熒光增白，甚至乎咧仲有一啲咧就係話個固色劑嘅，即係工業咧就會再比家用嘅咧再係個化學品會重啲，但係當然啦，就去污能力又會強啲啦。價錢又會再貴啲啦，咁樣就家用嘅咧，如果我自己我去一啲大嘅超市度睇到咧，就佢哋個產品咧只係一般嘅你用到嘅，我哋知道係活性劑、表面活性劑嚟嘅啫，就冇工業咁豐富嘅咁嘅意思，係。